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疫情的影响。KTV 的业者已经5个多月无来开门赚钱了，总算10月初5就要恢复营业。台中市一间连锁的 KTV， 这个头家甲新郎拢真欢喜，这几天为复业来做准备。业者阁来开1000万，离每一间的包厢来按迄种自然零转换机，也就是换空气机，来增加着室内的含氧量。讲目前人客注文的包厢已经有5-6成了。KTV 大门口 LED 电子看板1分1秒底算，因为足足停业5个月 KTV， 伫10月初5要重新做生意。现在可以开业，就觉得有救了。要开业了，我们是真的非常的高兴。员工都真欢喜，总算会使上班啊！这位中心公布 KTV 开放的原则，人客必须要拢挂喙安，袂使食物件。每一组人客离开半点钟后，才会使接新的人客。房间必须每2点钟换1摆空气。台中道连锁的 KTV 的业者，甲学校合作开发一台会使换空气的机器，给它建置那边是新鲜空气哦，气流最后是让它怎样从这里抽掉。1点钟共会使换6摆空气，净化房间内空气品质，这比中央要求的标准更加悬。业者伫每一间房间拢有安一台，成本超过1000万。防疫的设备我们单一个包厢大概花了差不多30几万，所以呢，这个店大概要花1000多万做这个防疫的设备了。KTV 一日要开放，尔都有真侪人客打电话要订。我们已经开始接到不少定位了，现在至少应该是有5-6成的啦。戴着口罩唱也是要唱啦，因为唱歌实在是太好玩了。KTV 重新开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，无论是生意人还是消费者，拢真期待。